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长小盖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盖这一日遐合起来就是好遐。大家看到这日遐是读做遐第一条好呀遐，遐就是卡拉意思，用来养水的家私，买当讲是遐写好写，或者是水库啊。古早若是用布仔做的，咱讲是布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盖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读做好遐，古早就是用好卡来做的遐，也是讲来做卡啦。即马全部养水的卡啦，无论是白铁啊、茶做的，大部分共款讲是好遐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假做布遐都唔通惊水烫，某人讲是假做好遐都唔通惊烧水烫。另外还有一句是做草泥啊，唔惊日晒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因为做好遐的人，常常都爱试看卖啊，敢有耐用用烧水来烫看卖啊。捡烧水烫到的几率就会较悬。另外，做草泥啊嘛是共款，都要定定去晒日头晒看卖，袂当惊日头晒。其中一个意思是讲，做迄道都唔通惊迄道的辛苦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意思是讲，假做假担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甲做伙。比如讲，人咧讲假做布遐都唔通惊水烫。卖面的这句好遐，若是你无讲就摕去用，甲人创歹，你就爱赶紧承认，卖人一支就无代志。啊，若无这声厝边头尾关系就拍歹去啊！今仔日小盖这一日读做遐好呀遐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